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一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这2天，大家拢正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来亚洲访问，专机到底是飞到对咯？上新的消息是，佩洛西的专机伫台湾时间透早4点22分已经飞到新加坡咯。佩洛西的专机昨暗8点40分左右降落伫关岛，加油休困2点钟后，继续往菲律宾的方向飞哦。有消息是指出讲，佩洛西的专机伫台湾时间透早4点22分已经降落伫新加坡的空军基地，今仔会参加新加坡美国商会演讲活动哦。佩洛西这次访问亚洲，官方公布的行程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甲日本，目前台湾是无伫名单内。也毋过有法国媒体是指出讲，佩洛西有可能伫8月初4经过菲律宾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来到台湾，伫台北甲蔡英文总统见面。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正受到 UK 欢迎的台中彩虹冠村8月份开始要封村来整修半冬。目前伫经营冠村的彩虹文创公司，说甲部分壁面的画用油漆来擦掉。虽然公司是强调讲，因擦掉的拢是当初因家己画的部分，也毋过文化局是强调讲，彩虹冠村算是公有的财产哦，已经提出告诉。当初画这图的彩虹阿公是讲哦，伊一世人的创作拢无啊，是真艰苦。太难过，晚上都没有睡觉。那个年纪正大的彩虹阿公黄永富。心情郁卒甲困袂去，因为7月30日到彩虹文创公司的员工用油漆将原本壁面的图全部拢砍掉，14个人拢互警方依照现行犯逮捕。一辈子那个创作我没有，他是外语，爱大越来越大。原本壁面真侪图拢互蓝色的油漆砍掉的，厝中规大片的作品也拢互人擦蓝色甲红色的油漆。破坏彩虹冠村的人是彩虹文创公司，因也出面解释。现在有8、9成以上墙上的画作都已经是交由我们美术团队来去负责彩绘跟延续。文创公司提相片证明，真侪图拢是因画，因这边擦油漆拢无去吸到阿公画的部分。我敢涂抹，我就跟你们保证，没有一个是爷爷画的。你明着要把我们的版权的东西你要拿走，把我们轰出去。彩虹冠村的智慧财产权，昨晚正伫咧台中电影审理中，因为壁边有壁损，台中市政府按算8月初一开始整修，要求团队要伫7月底进前将所有的物件拢搬走。昨晚业者抗议行动和壁面被破坏，文化局已经提过要求损害赔偿。请认养人依据契约规定返还房舍，并保持彩绘墙面的现状，勿进行任何异动和破坏。针对恶意的破坏墙面，市政府已经提告。文化局讲，彩虹冠村的房舍所有联系市政府，壁面的彩绘，无论是色人画，拢已经符合伫咧房舍顶头，正做房舍重要的成分，所以彩绘的所有权是市政府。4位的负责人加擦油漆的13位员工，依照毁损罪嫌疑上，伫检察官审问了，全部拢无报请回。4位的负责人是限制断估。所落来由司法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落雨的机会是拢真大。今仔早起屏东有部分所在可能会熊熊下大雨。咱来看云图。今仔开始到拜四，受低气压瓦近的影响，水汽增加，各地拢有可能会熊熊下大雨。尤其是拜1到拜3要特别注意。今仔早起中南部的沿海会落大雨。过到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拜2、拜3会落雨的范围会愈大，中南部佮有东南部山区拢会变大雨。各地无落雨的时阵哦，天气同款是非常的热，温度拢有33度到35度，甚至100个东半部嘛是真热真热的天气，嘛有可能会到38度以上。拜4开始，水汽会豆豆啊减少，太平洋高压增强，水汽会较少。拜5继续受到高压的影响哦，会恢复热浪正典型的天气。只有过道会有西北风，所以嘛提醒观众朋友，这几天出门要记得带雨伞甲雨伞。
咱来看一个好消息咯，高雄中正国小的棒球队去美国参加小马世界小棒锦标赛，伫台湾时间7月30打败多米尼加，摕到头一场的胜利。昨午甲德州的地主队比赛是以18-0赢球，咱做伙来看因遮精彩的表现。选手共出安打，对垒包走去。台湾时间30打败强队多米尼加，踢下美国小马联盟世界小棒锦标赛首胜的台湾代表队。3-1赛时8点半，第二战对上德州的地主队拉雷多，这队交宝摕着国旗到现场大喊“台湾加油”。以高雄中正国小为主体代表队头一球是对方投手违规后，姜正石补上本垒踢下头一分。另外一名球员姜正尧是带动全队得分的关键，5摆打球4摆安打，其中包含一支清垒的3分打点的安打。1分的打点，姜正尧打击出去落地，左外野方向的安打，回来1分、2分、3分，再。代表队以18-0提前在6球结束比赛，小将攻守兼备，表现真好。为了克服水土未下的问题，因早起就到球场一直来练习。为了要让小朋友手脚动开来呢，我们早上也特别拉去球场练球。那下午呢也是那我们也提早到那个球场去。原本经费不足，差一点无法度去美国代表队，这阵不负众望，踢下2胜。这边下一场搁再赢，就再进入冠军赛。球员也希望讲会使摕回冠军，回报各界对因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联合报》的民调显示讲，蒋万安的支持率是2%8，但市长是2%6，黄珊珊是2%5，是拢正接近咯。也毋过有3%2的选民认为讲，但市长可能会选赢，有2%1的选民是还未决定讲要支持谁。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国有几啊载新婚100多栋的烂尾楼，尾风拒绝落房贷的代志是愈闹愈大，影响嘛真大。有统计是显示讲，台湾民众投资的债券基金有214种有投资中国香港房地产的债券，其中有17种投资的比例是超过1%5，算起来台湾人投资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大约是258亿的台票。再来看《中国时报》。受到疫情的影响，台北市的健身房2档半有13间关门了。有市议员嘛发现讲，健身房虽然强调讲有信托来保障消费者，也毋过有将近2%的会员无伫信托理保的名单内，所以有真侪消费者是无受到保障。台北市体育局表示讲，会要求健身房甲银行来研究安怎退钱给消费者。咱来看，国内昨增加2824个本土病例，有34个人死亡，上少上少人才20几岁尔，确诊隔天就过身。另外，囡仔MIS-C的个案嘛，阁增加3例，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伊无确诊的记录，煞去得MIS-C，后来验抗体才发现讲伊捌染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新冠本土疫情慢慢的降低，31增加20814个本土病例，比顶一拜日下降3%。全台州新北市确诊数超过3000例，中重症有88例，死亡34例。死亡个案当中，年岁上少年是一名20多岁男性，无做过疫苗，也有创伤性脑损伤。7月25确诊，隔天就过身。那7月9号确诊新冠，开立瑞德西韦使用。因肺炎并多重器官衰竭，病况持续恶化，在7月16号晚上病逝于医院。另外，也增加3个囡仔MIS-C个案，其中一个是6岁查甫囡仔，无做过疫苗，也无确诊过。7月25开始发病，PCR 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吐血栓指数升悬，病院通报是MIS-C。目前医院列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是国内第2例无确诊新冠的MIS-C个案。7月18号检验新冠的 N 蛋白及 S 蛋白抗体都是检验阳性，医院通报MIS-C。那目前退烧且病况稳定，持续交由病房观察中。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总共囡仔重症病例有140例，其中密死上侪有74例。郑金雄提醒家长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应降低密死发生率。目前6个月到4岁囡仔疫苗注射率是11.4%，大人疫苗部分第一期注射率是91.9%，第二期是85.9%，第三期是71.4%，第四期是7.3%。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8000万例，死亡的人数嘛超过64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21069例，目前是超过458万例。日本超过1200万例，韩国超过19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300万例，印度是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拢超过3300万例，欧洲迄边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咯。咱再来关心高猪的疫情哦，之前高猪的死亡案例拢伫非洲，也毋过最近巴西甲西班牙嘛有死亡的病例。目前哦，全世界嘛已经有超过18000个人喂着高猪。用图来解释，巴西卫生部门伫咧当地时间29向 WHO 通报，国内第一例高岛死亡病例是非洲5例死亡病例以外，全世界第一例死亡病例。Foi notificado ao Ministério da Saúde óbito relacionado ao monkeypox. Trata-se de paciente com outras comorbidades relevantes e histórico de tratamento quimioterápico, e que houve indicação que o motivo do óbito foi relacionado ao vírus. 巴西死亡病例是41岁男性，有淋巴癌病史加免疫系统歹问题，感染高岛了后，身体更较歹，造成死亡。目前当地通报1066例确诊病例，其中98%不发生过查甫加查甫的性行为。伫巴西通报了，西班牙也出现第一例死亡，是欧洲国家第一件死亡案例。隔顿刚刚通报第2例死亡。El fallecimiento ha sido por una encefalitis por otra parte que puede ser una de las complicaciones de muchas infecciones víricas, ¿no? Y que parece que esta encefalitis, pues bueno, se ha producido en el contexto de una infección por la viruela del mono. 西班牙官方的报告讲，目前有3750例高岛的确诊病例，其中120人需要断院治疗。WHO 拄伫23宣布将高岛列做全球公卫紧急事件。WHO 欧洲资深紧急事务官讲，欧洲会出现更加侪死亡病例。不过也讲，因为高岛出现的严重并发症，依然是正罕见的案例。目前全世界也拢传出高岛确诊的病例。美国纽约市到29已经有1289人确诊，引起民众抗议，要求提供更加侪疫苗预防。因那英国伦敦的家己病院也提供疫苗，优先予照顾确诊者的医疗工作人员，甲不发生过查甫加查甫性关系的人来做疫苗。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咱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个继续的战，乌克兰讲因攻击罗西亚乌海基地，乌克兰南部的都市尼古拉耶夫嘛互罗西亚轰炸。乌克兰上大的粮食出口公司头家翁仔某不幸死亡。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昨签署新的海军准则，嘛强调讲，美国甲北约组织的势力扩张是罗西亚上大威胁。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前线，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受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上大粮食生产加出口商之一的尼布伦农业公司的头家翁仔某，伫攻击中不幸死亡。因公司伫咧做小麦、大麦加番麦生产出口，有家己的军队加军厝。Мої щирі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подружжям Вадатурських. Саме такі люди, такі компанії, саме наш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івдень гарантували світу продовольчу безпеку. Так завжди було і так знову буде. Зараз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посилити позиції в окупованих районах півдн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Збільшує активність. 目前俄军攻击集中伫咧顿内刺客，泽伦斯基希望居民赶紧撤离。俄乌战争以来，引起全世界能源甲粮食的危机，并且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这两个国家拢是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泽伦斯基讲，因为俄军的入侵，乌克兰今年粮食的收获可能减半。这个30日是俄罗斯海军日，伫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区的乌海港地基地总部，互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这件活动也出
取消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发动攻击。伫圣彼得堡的庆祝活动，总统普廷亲自到场签署新的俄罗斯海军准则，设定海上大国的雄心，也讲美国加北约的扩张是俄国的上大威胁。Ключевое здесь эт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Он способен молниеносно ответить всем, кто решит посягнуть на наш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свободу. 普廷伫演讲中并无讲到乌克兰冲突，不过海军准则设定的范围是包括乌海甲亚速海，要全面加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菲律宾伫小马可仕当选总统了后，伊爸爸老马可仕相关的册拢互抢了了。听讲是因为菲律宾的民众真烦恼，讲政府会甲记录老马可仕独裁行为相关的历史拢改掉。另外，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菲律宾的独立记者瑞莎的网络媒体已经互要求关门，伊嘛有可能会互掠去关哦。也毋过瑞莎嘛是强调讲，伊会继续坚持新闻自由的理念。He got it done, sometimes with the needed support, sometimes without. So will it be with his son. You will get no excuses from me. 伫6月30日就职演讲当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公开侮辱伊的老爸，讲老马可仕迄个时阵执政摕到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以来上大的成就。事实上，伊早伫2年前就公开表达，历史课本当中记录爸爸占卜过腐败政权是咧甲囡仔讲悲惨，这互菲律宾人真烦恼。对当年老马可仕主政21年期间，有7万名异议人士互军警杀害刑求性侵。夫人伊美代丁家族新屯国家资产100亿美金，才恶行，甲86年推翻伊的人民力量革命抗争，会为历史上消失。会记录历史上好的方法，就是保存相关文件。菲律宾人150本10本被马可仕戒严令，因未重演，即马交册要等2个月。万日啦，雅典耀大学出版社表示，差不多10本关系马可仕独裁统治的册也拢未了了。这住伫香港菲律宾移工解说，伊甲几十名菲律宾人买册，是烦恼马可仕家族成为洗白，也为教育家己甲下一代。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执权期间，严重打压言论自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独立记者瑞莎创办的网络新闻媒体拉普勒新闻网，看出杜特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名义之下，滥杀9万名报告民众这报道，当年遭到政治性针对。We'v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then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law. In less than 2 years, I had 10 arrest warrants. 就伫杜特地下车前一天，拉普勒被控用祖模式违宪，将公司控制权未互外国企业为理由被命令关起来，无到2个礼拜。法院宣判，瑞莎伫一项网络诽谤罪上诉胜败诉，可能要坐加7年。瑞莎表示，伊对小马可仕政权下骹媒体自由的前途感觉真烦恼。The sting of fear out, then you can actually handle it. And that's what the entire company has done. It's bee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dy, and we'll just continue doing our jobs. 公司新闻王安康编译。今仔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美国肯塔基州东部大水河造成水灾，已经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哦。还有伫加州的北部马德灰小山，2万公顷的树林互烧掉。再来看法国伫8月1日开始结束疫情的紧急状态，政府未当搁以疫情做理由来进行消极封城等措施。最后是北韩最近伫发射飞弹，美国、日本、南韩嘛按算讲要对今仔开始到8月14，伫美国夏威夷的外海来进行军事联合演训。咱来看前总统李登辉过身2周年，李登辉基金会将举办台日关系论坛。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强调讲，台湾甲日本是合作伙伴，毋是竞争的对手。望日本甲台湾斗3工，互台湾加入 CPTPP， 做伙来守护印太区域的稳定。参加会议的人徛徛向进前无期死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默哀来对思。这场因为前总统李登辉过身2周年特别举行的台日关系论坛，原本规划邀请安倍前首相来演讲，却是因为伊不幸被刺杀无法来。另外，总统蔡英文受邀请致辞，推崇李前总统甲安倍相交30年，也互台日的关系更加紧密。我们在产业价值链上的角色是伙伴，而不是竞争者。所以，我们继续深化未来的经贸合作，
相信可以让台湾和日本共同在国际分工上取得优势。蔡总统期望日本协助台湾加入 CPTPP， 大力紧密的合作，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稳定。主办单位强调，台湾跟日本断交50周年，虽然无正式的邦交流，却是继续深化。我认为日本人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这是台日关系除了历史渊源与经贸之外，另一个两国之間的重要羁絆。李元総統が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に、台湾を自分たちのふるさととして誇りに思う気持ちが強くなれば、台湾の主権を守り、台湾人としての尊厳を失いたくないと思うのは当然のことだからであります。全余蔡地主席强调，相信按备建立 CPTPP 就甲台湾考虑在内。不过，因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意重新来评价李前总统的定位，引发这党内不满的声音。朱立伦也做出回应。我先生坚持台湾到李总统时代的推动台湾的民主台湾，再到马英九总统重视两岸和平推动的和平台湾，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朱立伦强调，国民党现阶段面对着真侪挑战，包含保卫台湾、建设台湾这部分，拢是国民党的中心任务。也强调，国民党爱台湾，和全民幸福，这轮党正伫克服这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选战的新闻，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搁探烧。林志坚的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又搁发声明强调讲，伊先改过林志坚的论文了后，提供予余正煌来参考，这有相像的所在。两个人是无相朝向的问题。林志坚嘛开记者会强调伊的清白。我是核心和雷金，我的这个民调资料我不提供。于先生今天怎么有办法完成这一份论文？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31号开记者会，澄清硕士论文绝对无抄袭，因为伫记者会进前，身兼林志坚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的陈明通发表2000多字声明，伊强调先有林志坚民调资料论文写作，后有余正煌论文写作声明中佫指出，伊先修正林志坚论文，佫交予余正煌做参考，拢是经过伊修改建议了后同意使用，毋过强调两人拢无抄袭的动机。这一份资料给了只剩1个学期就必须要毕业的于先生，他比起我更大的一个时间压力。陈明通老师的声明对我来说是水落石出还我清白我没有抄袭。林志坚讲，家己也是受害者，伊未伫无实质证据的情形之下，指控对方抄袭，强调未提告。暗过，余正煌的委任律师张佑哲回应，会以司法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的纷争。既然双方存在这么大争议，我们考虑以司法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纷争。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今早期前对林志坚论文证据一元加真案，伊认为林志坚陈明通讲更较济，不如主动去台大学伦审查会设计。陈明通跟林志坚，你们2位不要再回避了，就好好的面对台大的审查会，到现场去好好的说明。用鱼目混珠的方式，我觉得没有办法局限于市民，诚实还是最好的解决策略跟一个态度。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继续滚价，另外无参加台大所开的学伦审查会。林志坚强调，赵一仁、苏宏达未审审判，对外言论较偏，提出回避请求，不过台大无回应，才用书面方式来呈现。选前论文抄袭证据无解决，恐惊还是正做拿被定赢攻击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上北市的选战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讲，伊会伫8天内底甲质询完成。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回呛讲，陈时中爱先了解欠讲欠料的问题较实在。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也批评陈时中，以前阁还未收煞就去选举。另外，新北市的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就爱侯友宜讲清楚，伊是要选市长，还是要拼总统。团结为万丰相款推广主打的万丰宴，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努力活发疫情了的民生商机。不过台北市长选战，大家一直是互呛。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常常批评台北市政，佮发出互质询8年完成，引起黄珊珊的口水。
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开支票的问题，而是必须务实的去面对为什么现在缺工缺料这么严重，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公共工程的问题。找过相关的业者来了解怎么样的地方可以缩短的时间，那作为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我相信把工程的时间缩短，也是全体市民的一个希望。疫情没有结束，就从指挥官的位置落跑，而且在疫情期间说万华是破口。但在选举到了才说要承袭，这有把事情做好吗？共同参选人蒋万安第一场就在活动3地树林成立后晚会，争取市民支持。伊佫即摆批评伊防疫不力，新北市长选战顶悬，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佫出招，向新北市长侯友宜画下爱向社会说明，到底是要参选市长，也是下一任总统？不是说让选民在投下市长这一票的时候，不清楚。他会在任内去请假参选其他的职务，这也涉及到诚信。我在职场工作很多年，我最清楚的把握当下，为人民努力，做好贡献，希望这一块土地会更好。虽然无正面回应林佳龙的攻势，不过对林佳龙批评前内，有甲日本人河道市及回交美市不可思议的批评。侯友宜透过市府发言人回应，强调林佳龙无顾新北市有49个假美市，甲有河道市的成绩，所想要矮化新北市，心态则是不可思议。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淡水的新市二路，今仔饭点外时，有一台奥多拜去弄到救护车，骑奥多拜的人着伤送病院。对于画面使看到涂骹哦，拢是机车的零件，互机车弄到救护车车门嘛耐落去。饭点外时哦，救护车经过淡水23路甲新市2路的路口，有一台奥多拜弄到这救护车，这骑奥多拜人着伤，也毋过佫真清醒哦。马上去淡水的马街病院治疗，救护车是无啥代志，大家拢无啉酒。再来看台中台里一间印刷厂长期排放化学气体，附近的民众常常抗议检举哦。检调甲环保局调查发现讲，业者的空污处理费被当来减报1亿外，嘛甲印刷厂的负责人告3个人起诉。检查人员摕到机器爬上天台来测量，确认讲线是毋是破去。台中台里的这间印刷厂，互民众检举长期排放臭味。环保局进前发觉有个样会动检调人员来搜查，发现业者涉嫌甲甲苯甲丁酮这非法的气体直接甲排放，而且8年来总共减报空气污染处理费1亿1千万。比如讲，伊工厂周遭黑来去咱来去甲评，就知影讲啊，这就是这间这个味道明明味道是这么浓，所以我嘛是做无奈啦。检方起诉指出，这间印刷厂产生的甲苯丁酮气体影响到神经系统，造成头壳晕、要吐、损害腰子，无经过处理就排放，严重影响到民众健康。业者年营业额达到3亿，其实无顾社会责任，所以讲伊才违反空气污染法早起这罪嫌，起诉4所的头家、4年的总经理甲4单的会计。那本案呢，是因为特定的区域发现有空气品质异常的情形，一举破获本案的瑞星公司有空气污染物甲苯跟丁酮超标的情势，而且呢，发现它有短漏报的事实，因此我们全案移送检调进行侦办。他们所购买这些原物料的量，来跟他们实际申报的量有落差，才发现有状况，所以有报请本署检察官指挥。那后来执行搜索的时候，确实有发现到，实际它进的量是很大的。检方考量印刷厂已经改善处理设备，3个人也拢有承认，分别对4所头家、4年的总经理求刑4年甲2年4个月，并可罚金1000万块。环保局依照排放甲苯超过标准，无有效来收集空气污染，违反超速许可，对厂方裁罚221万的罚款，另外也追缴6000多万块的空气污染费，限期90天内底缴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下晡社区发展协会，前一昨末甲社区一寡扒荒地重新整理，做开心农场，推广无毒的农产品，除了提供老人共餐使用，卖义卖，甲收入用来帮助弱势的民众。
对啊，足水的。学到家己种的农产健康无毒，搁好看头，这是屏东东港下埔社区的开心农场。这几年社区结合资源，整理泡荒地，打造一片专门予时代种植的农地，对栽种甲收成、产地甲饭道，那提供予中青食堂，嘛会当义卖到附近的社区。这边本来是杂草丛生，那后来他无条件借给我们关怀据点使用以后，我们就请那个社劳人还有我们一些长辈帮忙把它整理开辟成这样一个漂亮的菜园哈。然后这些蔬菜呢，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四关怀据点就在社区里面煮食的时候可以我们自己吃以外另外呢，假如蔬菜盛产期，我们还可以当做爱心的义卖。开心农场的农产，一年春夏秋冬拢会当收成。未少长辈嘛，因为有这片农场，个性变较开阔，愿意出门甲人交陪。对一开始的开垦、野种落肥、修行甲料理，拢是这时代甲一寡社区劳动者互相看顾做完成，互因拢感觉真有成就感。那这欣赏这菜啦、花啦，含这这个乌狗啊，这种足好的啦。阮就有当时拢过来食这个开心农场遮做工课。种一个菜安尼啦，大家欢欢喜喜安尼，种一寡菜来遮扣一个草就老伙就安尼就算讲足满意就来遮佚佗安尼。目前收成的无毒菜色果子，除了提供予社区食堂，嘛免费送予弱势民众。不时阁办菜色义卖，这义卖收益阁提去买菜籽菜栽。社区种菜兼做爱心，嘛望讲会当达成永续经营的商业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六甲有一间5家的老厝，超过60档的历史了。家孙仔是真有心，因整修老厝，保存传统的建筑，最近已经完工，嘛开放予民众参观，咱嘛做伙来看卖。整修甲新点点的老厝，犹原保留古早味，徛伫咧乡野当中，充满时代感。这是伫咧台南市的六甲区赤山林湖岩附近的5家老厝，自1958年起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屋瓦呢，整个呢翻掉，发现里面的屋瓦的一个竹子呢，都非常的老旧了、腐蚀了，后来就把它更新完，变成木造了。那现在呢，那个竹子呢，就在这边当栏杆了。住户吴先人表示，因为旧厝需要整修，佮请师傅专工保留老建筑的元素，为厝顶到涂骹铺的砖仔，也佮有镜晒窗，希望后代未来也会当看到这款充满文化意涵的建筑。中间呢，这边有一个止铺，停止的止。客人来到这边的话呢，他就停下来了，主人呢就出来迎接宾客，欢迎入内。在上面那个地砖呢，就可以进入的入。面对愈起愈侪老仔厝的现代社会，5家的子孙选择将这间老厝整修甲好势好势，佮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观，互渐渐消失去的传统正新互良，会当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翕相拢真爱翕背影，即讲真有意境的相片哦。咱来看艺术家陈丁正，伊的雕塑作品做的翁仔拢无看到正面，因为伊讲伊家己学美术，所以无啥甲人对看哦。会安尼看，会安尼做，是主要要表达出孤单的感觉。展览厅内底有真侪翁仔，毋过详细甲看，所拢简单看到背影，无看到翁仔的表情，互人加真侪想象的空间。那其实跟我比较内向，然后比较不容易去看跟人对视的那种感觉很像，就是好像有点孤独的那种感觉。那么多数量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在一片人群里面。艺术家陈廷进表示，背影会当传达灵魂甲心内故事，袂受到表情甲情绪的影响。而且展览厅内底侪仙翁仔，就亲像咱人生活伫咧人群当中共款。若甲即挂作品一线一线分开来看，嘛有无共的意义。陈廷进会甲新闻，亲像是疫情，也是乌克兰的战争即挂议题，放入去伊的作品内底。那这件事比较像是在讲战争跟和平的问题，所以就是像他其实小朋友也是穿迷彩的，可是是那种很可爱的迷彩，但是迷彩的来源其实都还是被运用在军事上面。这样子去做一个对比。除了家己点点仔想象翁仔的故事，展览嘛利用科技，互翁仔振动起来，甲观众讲因的故事。
互观众看甲家己想的敢有共款。但是无共，嘛会当提供观众一个无共的角度来看世间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市有一个退休的国文老师李珊如，伊因为对台语的声调真有兴趣，参加新港社的台语文化班，学台语嘛学写诗写词，伊嘛家己作曲哦，做出真水气的台语歌，咱做伙来欣赏。水气的诗词配合浪漫的 melody， 这条台语歌是退休的国文老师李珊如所创作的。伊对台语优美的声调真有兴趣，所以来参加新港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伊也甲家己写的歌曲参社员分享，社员也拢讲写甲真赞。这一两礼拜发表了后呢，这个内底的学员呢，学习啦非常认真啦成果这样是大家拢会当来朗朗上口珊如老师有够无简单，甚至阮学员咧做诗做词，伊就甲阮谱曲，甲阮安尼谱，就甲阮教，我感觉真好。过去社员写好诗词，配曲拢是亲像苏桂红、江水调这寡别人写的曲，毋过煞后若要出册，就搁爱烦恼版权的问题。即摆李珊如家己作曲，就会使解决这个问题。阮社内过去同学拢有咧做诗词，但是阮的诗词呢，拢无曲通好用，所以老师拢用一寡古早的特曲翻译。最近又搁要成立一个迄个乐器班，家己作曲，家己同学来弹，安尼时阵咱会当甲一寡古早的诗词，拢用咱家己做的物件来表现。李珊如毋但家己写词写曲，伊也指挥社员演奏。希望众人投入台语歌的创作，体会台湾话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通货膨胀严重哦，互真侪人拢真烦恼，讲未来退休的日子是要安怎过？有调查显示，讲超过8成的上班族考虑讲退休了后，会搁另外找头路，加减趁寡钱。上班族嘛认为讲，除了爱有厝，身躯顶的现金，上无嘛爱有1000万，日子才好过。摕出一张一张的证照，对工地主任、室内装修、废弃物处理到配电配线各项专业认证，啥物拢有。其实艾丽过去是读医科的，14年前伊对建设公司的基站做起，逐年认真伫咧做准备，考专业的证照。即阵做到总监，估计6年了后，42岁就会当退休，退休金逐个月6万通。一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只有3万多的薪水，但是他的退休的一个保险，它是以你最后5年的薪资去计算。这5年我可能是领6万多，那我退休我就是可以领20年的6万多的一个退休金。个人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加上物价指数是哪来哪悬。根据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有37%的上班族希望55岁进前就会当退休，已经有咧规划退休生活的有22.2%，有规划毋过约未行动的占41.9%。完全对退休拢无规划，大约是35%左右。上班族认为，除了爱有房产，户头至少爱欠1060万，安尼才会当安心养老。83%的上班族会打算在退休之后再次进入职场，那大部分呢也还是会想要找一些兼职工作，比方说安亲客服老师或者是保全守卫。人力银行表示，目前台湾65岁以上劳动力的参与率高达8.8%，日本、南韩、新加坡有超过25%，认为讲咱还有真大的进步空间。也若国内是对2020年的订定高龄者的就业权益相关法令，提供津贴甲补助予公司，希望会当鼓励头家请中高龄者，希望排除因就业障碍，也减少资深的人才流失。记者民警陈海文台北报道。来看新竹市有一个社团，参环保局合作，每个月拢会摆一台担，民众会当甲厝里用袂得的物件摕出来分享予有需要的人。因阿算的铁道米啊，一个二手衫裤，全部拢免费提供予有需要的人。这个社团每个月拢会招民众，将出来用袂到的物件再来公园免费分享，也提醒民众珍惜资源。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开心，因为
可以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种很快乐。让小朋友他有自愿的会去整理，会去把东西爱惜啊。你要跟他讲说，这物品你拿回来之后，你要好好爱惜使用，你之后用不到还可以拿去交换，他就会很好去爱护，而不会去损坏它。环保局讲，这个市集自开始办到即马，分享出去的物件有13000件左右。每一场环保局也会提供30份环保便当，互来摆摊的民众。希望能够再利用优先给需要的人接替的再去做使用。那等他不用的时候呢，再次的去分享出来，那给其他人用。社团讲，希望透过活动提醒民众资源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减少废弃物，大家做伙来爱惜咱的地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中小学老师薪水真低，嘛真辛苦，为着要吸收人才最近就有学校去老师的宿舍社区，用真少的介绍，予老师来申请。美国加州旧金山南部这批122号升起的光顾主体，是当地杰弗逊联合高中校区专工会讲职员起的。老师丽莎拉斯金拄搬入去，这间是一房一厅，一个月租金$1500，换算代票是45000。这个介绍加伫咧附近租厝的介绍比，差不多是拍6折。I don't know why they didn't do it sooner. I think it shows educators that they value them as educators. I think that this is a good way to retain those educators. I can walk to work, so gas prices aren't going to affect me as much. 美国的教育界最近为了要甲老师留来真头疼，因为薪水真普通，伫全美国只敢靠老师的薪水买得起的厝比例只敢14%。今年2月已经有超过5成老师想要试头路，半年来增加要到2成。杰弗逊联合高中校区是伫咧旧金山周边相对收入较低地区，老师一开始一年的薪水是$60,000，差不多代表180万，比高收入校区的年薪差不多$120,000。不过大家拢共款拄到高油价、高厝价压力，这几年老师减1/4，所以学校就起厝互老师住。虽然附近的居民对这个高密度新开发主体有反对的意见，要会当被接受是真成功的案例。As housing costs rise and school districts are struggling with teacher shortages, more and mor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can we build workforce housing? You know, the one thing that school districts have is land.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questions of, is it the right role of a school district to own housing and to be a landlord in this way? So now we have a 3-bedroom. And it has a lot more space, more closet space, more space for the kids and their things. And yeah, it's just been so beneficial for all of us. 杰弗逊联合高中校区这款教师主体，厝型有1房到3房，社区内面洗衫房甲运动游戏空间拢有。目前教职员上最当租5年，希望会当互因利用这段期间欠钱买厝。加州也有真侪校区也正伫咧推动这种计划。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来看美国30暗开出史上第2悬的彩券的奖金，是伫伊利诺州一间加油站卖出去的彩券哦，奖金超过13亿美金，代表大约403亿。虽然敢唔知是谁得奖哦，也毋过确定的是讲是一个人夺得这笔奖金。上浦彩券的销售窗仔口头前，一直看到有民众伫咧买乐透彩券。美国超几百万乐透，当地30暗时开出全美同款乐透的历史上第2悬的头彩，13亿370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03亿的得奖彩券。这款乐透伫进前已经连续29期拢无人得奖，互头彩金额累积到11亿美金，吸引真侪民众伫即届开奖之前去销售窗仔口开2美金，差不多代表60块来试运气。这个得奖金额确实了后，会当领到7亿8千万美金，差不多235亿代票，已经确定是伊利诺州的一间加油站卖出来的。得奖的人只有一个人。The winner has 12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drawing to claim their prize. However, if they only have 6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drawing to choose whether or not they want to take the cash option or not. 伊利诺州的彩券公司表示，这款乐透过去上悬的奖金是15亿美金，而这个钓彩券的总销售金额超过7100万美金，其中的一半会用作支付所有相关奖金，另外有2600万美金会当作是共同学校基金，用伫帮助伊利诺州的当地学校。国际新闻的是董炳业。德国南部的都市格尔斯多夫利用历史能源太阳能来种果子哦，上大先种苹果，
团队嘛研究讲，安怎会当来增加水果的产量甲品质。小型的太阳能板种植摆伫高树的顶悬，这是德国南部都市格尔斯多夫咧做的热情种植水果的实验计划。这项农业功夫的计划是将土地面积同时用在太阳能功夫发电，甲膨果成长，应增加水果产量、质量甲能源生产。Obstanbau essentiell ist. Also wir brauchen den Kulturschutz, wir brauchen den Schutz der Kultur vor Starkregen, vor Hagel, vor zu intensiver Sonneneinstrahlung, die zu Verbrennungen an den Früchten dann später führt. 这项计划由德国南兴南普法兹州的环境能源食品林业部门甲联邦政府食品农业部来出钱进行5年，针对5种苹果品种的研究计划，透过太阳能发电来确保水果永续生产，甲提悬水果的气候适应能力。应透过测试无同款太阳能板排列方式来探索光照管理对食物生长、甲农业产量的影响，同时应将太阳能发电电力用在亮景机械冷藏用电。另外，计划也可能展现出包含降低加高算使用能源成本、保护作物的投资成本、甲减少营运加废弃物处理的成本等相关经济效益，也可能减少农业二氧化碳排放，避免使用砂糖、杀菌剂为气候保护政策做出贡献。Nächste, was auch noch ein wichtiger Argument ist, durch die Agri-PV verlieren wir keine landwirtschaftliche Nutzfläche. 在管理果园的时阵，农民用控制系统为水果压水，佮通过数据监测甲接受天气预报了解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参加计划合作的太阳能业者认为，这应达到水果生产甲能源转型的双赢目标。未来会有机会拓展到全球。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今仔开始到拜四，受到地气压瓦近的影响，水汽会增加，各地拢有可能会向下大雨。今仔新地以北甲东半部嘛是真热、真热的天气哦，温度会到36度以上。再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